好多人都以為咖啡係養生嘅大敵，覺得飲得多會燥熱傷身，甚至有人話要戒絕咖啡先可以養生。但係泡泡今日就要同大家揭開呢個謎團嘅真相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概念，就係咖啡嘅性。喺中醫理論入面，食物同藥材都有佢哋嘅四氣五味，而四氣就係指寒熱溫涼。寒涼嘅食物或者藥材食咗之後會令身體偏向寒涼，而溫熱嘅食物或者藥材食咗之後就會令身體偏向溫熱。咖啡呢，普遍嚟講係屬於溫性嘅，即係話佢稍微帶有一啲熱嘅特性，但係唔係話一飲就會令你熱氣沖天。咁點解有啲人飲完咖啡會覺得燥熱呢？呢個就同咖啡豆嘅烘焙方法有關啊！大家可以想象下，咖啡豆就好似中藥材咁，經過唔同嘅處理方法，佢哋嘅屬性都會有所改變。例如生薏米係偏涼嘅，但係炒薏米就會變得平和啲。咖啡豆都係一樣，烘焙嘅程度唔同，佢嘅熱氣都會有所分別。市面上嘅咖啡通常會分為淺烘焙、中烘焙、深烘焙等等。一般嚟講，烘焙程度越深，咖啡嘅顏色就會越深，味道就會越濃郁，同時熱氣都會越強。例如炭燒咖啡就係屬於深烘焙嘅一種，佢嘅味道比較濃烈，同時亦都比較燥熱。相反，淺烘焙嘅咖啡，例如近年流行嘅精品咖啡，佢哋嘅烘焙程度比較低，保留咗咖啡豆本身嘅果香味，味道比較清新，同時亦都冇咁燥熱。如果你擔心飲咖啡會太熱氣嘅話，就可以選擇啲淺烘焙嘅咖啡，例如手沖咖啡、冷萃咖啡等等。呢啲咖啡嘅味道比較溫和，而且熱氣冇咁強，比較適合怕熱氣嘅朋友。如果你中意喺屋企沖即溶咖啡，更加要留意。好多人會加奶精、植脂末等等，呢啲都係合成嘅化學物質，對健康冇乜益處，更加唔可以當牛奶咁飲。泡泡覺得咖啡就好似一把雙刃劍，用得啱就係寶，用得唔啱就係毒藥。我哋要學識了解咖啡嘅特性，根據自己嘅體質同需要，選擇適合自己嘅咖啡種類同飲用方法。總之，咖啡同養生並唔係完全對立嘅，只要我哋掌握咗咖啡嘅特性，就可以做到兩者兼得，享受咖啡嘅美味，同時保持身體健康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